神奇小狗雷克斯講嘅係一個關於小女孩7歲小女孩葛雷斯嘅故事。葛雷斯爹地媽咪係兒童家庭醫生，而葛雷斯嘅姑姐就係一個作家。葛雷斯從作家姑姐莉莉身上學到好多詞語，佢識得好多嘅詞語，但係唔知道點樣可以串連成為句子，甚至乎寫出文章。有一日佢發現莉莉姑姐非常苦惱，失去咗創作靈感，佢需要一位寫作助手。就係呢個時候雷克斯就出現咗啦。雷克斯唔係一個人，係一隻好靚仔嘅狗，而呢隻狗呢有一個好大嘅秘密㗎喎。究竟呢一隻狗有啲乜嘢秘密，可以令到姑姐重拾版寫作嘅靈感，而又可以令到女主角葛雷斯衝破佢嘅障礙，獲得信心去嘗試真正咁創作，踏上小小作家之路呢？如果想知道答案嘅你呢，就可以去睇下呢本書啦。咁寧老師睇完呢本書有咩感覺呢？我只可以偷偷地話俾你知，我真係超想要一隻好似雷克斯咁樣嘅狗狗，咁我就會有非常幸福嘅生活，每一晚仲會攬住佢瞓覺添。究竟雷克斯有啲乜嘢神奇之處，有啲乜嘢秘密呢？係咪好想知道啊？快啲嚟睇下呢本神奇小狗雷克斯啦！